出啊！咁啊，首先咧3號呢個自由龍舟會師咧就帶出咗少少，咁啊隔離呢個大力工程啊，真係好大力㗎，咁啊亦都彈咗出嚟。咁啊，澳門大學校友體育會咧，亦都喺外圍殺上嚟啦。咁啊，1號、2號奧林比克同埋呢個東方龍體育會啊，亦都不遑多讓。咁啊，見到2號東方龍體育會咧嘅少優勢，同埋呢一個大力工程啊，咁啊而家咧就係見到係4號龍呢個大力工程，同埋隔離呢個6號龍澳門大學校友體育會啊，咁啊比較有成1隻半隻至1隻船位嘅距離啊，咁啊睇下大家嘅集力啊，咁啊見2號龍咧就殺上嚟咯喎，東方龍體育會，咁而家咧基本前3位咧就係46同埋2號，4號似乎上咗嚟啦喎，大力工程，係咁啊果然好大力啊，咁啊跟住2號亦都壓咗線啦，東方龍體育會同埋呢個澳門大學校友體育會，咁啊跟住3自由龍舟會啦，同埋呢個奧林比亞咧亦都過咗終點啦，咁啊5號咧呢個 Anima Association 咧，咁就慢慢咁過緊終點啦。咁基本上咧呢一組咧就係呢個大力工程同埋澳門大學校友體育會之爭啊，咁啊兩個咧就去到差唔多後面嗰50零米咧，就係佢兩個喺度競爭得最激烈啦。咁啊其他咧就相對地稍為落後咗少少。咁呢個時候咧就同大家講翻前面幾組嘅一啲賽果先。開大喎，點解可能咁慢？我中途起步仲快尾都係。混合組初賽嘅第一組，第1名小火龍。